滿贈、滿蝕、滿減，深度適配本地商業生態，貨寶寶以智能促銷方案激活銷售潛力。滿贈促銷，設置消費金額或商品數量門檻，顧客達到條件後，即可免費獲得指定贈品，收銀員唔使人工記憶，自然推動顧客加多買少少或者揀貴少少嘅商品，單筆交易金額即刻提升。滿蝕促銷，設置消費金額或商品數量門檻，顧客達到條件後，即可享有指定折扣，同樣會推動顧客多買更貴的商品，直接拉高單筆交易金額。OK， 咁，我去換下一個啦。滿減促銷，設置消費金額或商品數量門檻，顧客達到後即可免費減去設定金額，滿減金額仲可以遞增，自然鼓勵顧客買更多，揀更高價商品，單筆交易金額輕鬆上升。關注我，下期繼續分享令你銷售額翻倍嘅促銷方案。